好，歡迎大家嚟到上官子玲 YouTube Channel。今日呢一個係上官子玲天空台啊，我哋又翻嚟天空台聽下楊枝甘露啦吓。咁啊，多謝每一位支持上官子玲 YouTube Channel 嘅朋友仔，咁你哋嘅心意我都收到啦吓。咁啊，特別好多好支持我啦，月頭月尾啦，未到正式出糧嘅日子咧就會支持我啊。咁喺呢度再一次多謝網友嘅對我嘅支持同埋幫助啦吓。咁最近有一個 number 好好笑啊，689啊，多謝晒。咁另外多謝阿 Bobo 啦吓，咁衷心多謝你啊，嚟自遠方嘅支持啊吓。咁啊，上官子玲啲貴人好多時候都係喺好遙遠嘅地方啊吓。咁啊，多謝佛菩薩。咁好啦，希望大家嚟到呢一個10月尾呢，都多多保重啊吓！因為今日見到有單新聞好誇張喎，咩西環變幻時係咪應該都係港島區嗰邊啊？炒咗架綠 van 喎，撞咗埋去七仔嗰度吓，唔知有冇人受傷啦吓？但係望落去冇理由咁樣炒車法噶喎，即係你唔係喺一啲點講呢？十字路口啊、燈位啊。咁點解行下個車會鏟咗埋去即係路邊嗰啲鋪頭嘅咧？係咪好奇怪？所以大家要保重啊吓！今年始終呢一個蛇年啊，咁呢個人字形啊，去到呢一個晏晝3點5點嘅人生咪自身又會發唔到火嘅雙形啦吓，大家都知啊。咁跟住朝頭早3點至5點咁啊，好少人呢個時候揸車嘅。但係呢個鐘數呢，就係一係就未瞓醒，就天蒙光要去返工嗰啲，咁呢就係蒙豬眼咁樣呢就出事啦。一係就有啲就玩到夜一夜啦吓，唔知出去玩乜鬼啊，飲酒食飯傾偈啊，傾通宵啊定點樣啦吓，3至5點先搭車返屋企嘅。咁呢啲又係。又或者揸車啦嚇，返夜班唔知咩情況，喺呢個鐘數放工啊，咁奇怪嘅嚇。咁嗰啲啊係呢啲危險嘅時間呢，時辰呢亦都容易出問題。所以大家記住啦，人身自害4個時辰啊，巳時啊特別啦，朝頭早9至11點啦，返工嘅時間。正常人返咗 office 噶啦嚇，即係如果要返工嗰啲打工仔，咁啊有啲彈性上班嘅嚇，9點至10點都仲有時間返工嘅，或者有啲做老細嘅返晏啲，返10點半11點咁樣。咁呢啲鐘數大家都要小心啦嚇，巳時啊嚇，呢一個係咁同埋都保重身體啦嚇。丙戌月啊嚇，好多人都病呢個月，好多人都中咗嗰啲咁嘅流感啊嚇。我身邊好多人中咗嗰啲流感，病咗好耐都唔好啊，又失去呢一個味覺啊嚇。咁你哋有冇呢個情況呢嚇？咁啊提醒咗你哋啦嚇，小心保重身體就係免得過就唔好北上啦嚇。即係周圍都危機四伏噶，係咪啊？即係嗰啲情況，佢一窮一冇錢就落毒噶啦嘛！你哋都，唉咁多教訓都前居咁多可鑑，都唔去鑑下嘅吓，仲要放工咪放過時過節放一日假，禮拜6日咁都係要翻上去喎！啲人真係得意噶，我成日都提醒啲屋企人，喂，你過時過節唔好成日咁樣走上去啊，睇住啲小朋友啊！好危險㗎！你哋係一個行走嘅器官庫嚟㗎，個又生得靚靚仔仔、肥肥白白，有香港人好食好住，你係被活摘嘅機會係高好多㗎，知道嘛？唉，話唔聽嘅一個二個都。咁我哋香港呢邊好啲啦嚇，上官子玲個台嗰啲網友又相對又風險啊低啲啦嚇，因為我哋呢度個個都係。智慧老人啊，上官子玲108歲，你啲器官太老冇人要。咁但係我啲網友都要保重啊，食素嗰啲啊吓，咁啊都係俾人哋會 target 嘅。聽下係咪好驚？係咁噶啦，你哋而家身處嗰個地方就係咁噶啦，羅剎國啊嘛，你都知噶啦，有個煞字，幾得人驚啊！好啦。唔講嗰啲咁嘅閒話笑話啦，我哋翻嚟楊枝甘露啊！今日同大家精選咗幾篇，又同大家睇下修持地藏經一啲嘅遇到障礙嘅時候，夢參老和尚係俾我哋一啲嘅開示啦。根據地藏經，同埋如果你修地藏經修得好，有一啲嘅特徵，有一啲嘅改變啊，係有一啲嘢咧係可以對照下有冇發生咁啊，睇下自己修行成點嘅。
咁另外亦都有幾個因果嘅故仔都幾精彩啊！咁希望大家留心聽落去啦嚇。好啦，第一個同大家睇一個因果故事先，咁呢個都幾好聽嘅呢個故仔。呢個磁場太污濁啦，散發住惡臭，再唔悔改，性命就難保啦。咁係一個咩故事呢？我哋睇下。腎衰竭啊，呢個病屬於比較難治嘅慢性病，亦都比較麻煩。當年我喺江蘇打七嘅時候，遇見咗咁樣嘅一個例子。呢一個小伙子啊，年紀唔係好大，生得咧乾淨利落，穿戴都好整齊，但係就係睇嚟好瘦弱，氣息唔係好好。一睇咧就係缺少咗年輕人嗰啲陽光之氣啊嚇。後嚟因為我哋兩個人住喺一個宿舍，我就問佢啦，佢話佢係有腎衰竭。我聽咗覺得好奇怪，咁後生30歲都唔夠，竟然得到腎衰竭。咁我問佢：你係咪有屋企嘅家族遺傳病史呢？佢答我啊，我爸爸媽媽身體都好好，仲喺農村嗰度做嘢添，幾個姐姐身體都幾好。聽完之後，我好為佢覺得好可惜，咁後生而且仲未結婚，個身體咁樣都幾難揾對象噶噃。我哋一齊打完一個地藏七之後，佢好受益，跟住我就翻去北京。翻到北京，我哋又打七。喺今次打七嘅過程當中，佢遇到布先生。佢問咗下布先生佢個身體狀況，布先生又觀察下佢，就同佢講啦：坎為水卦，坎為水，即係一個深坑接住一個深坑，兩個水重疊，進也險，退也險啊！進退兩難，危機重重啊！緊接住，布先生就同佢講啦：你身上有好多惡鬼羅剎，好多羅剎女鬼啊，都附喺你身上吸精血。你要馬上真誠咁樣拜佛讀經，否則咁多嘅魑魅魍魎精魅喺你個身上面，唔單止係腎水枯竭嘅問題啊，生命嘅力量亦都會慢慢咁樣薄弱。緊接住，布先生又同呢一個小伙子咁樣講啊：你過去做過啲乜嘢？你自己心裏有數啦。咁多羅剎鬼喺你身上吸精氣，你呢個邪淫嘅業犯得太重啦。呢啲都係邪淫感召過嚟嘅。我感覺你就係喺一個非常混濁臭穢嘅地方，係喺嗰啲邪淫嘅，係嗰一種係一種邪淫嘅惡臭嚟噶。講到呢一度，呢個年輕人突然間就掩住塊面喺度喊，跟住仲趴埋喺地下嗰度嚎啕大哭啊！呼天搶地咁哭。佢喊完之後，開始就講佢自己嘅過去。原來佢18歲就開始喺嗰啲歌廳啊 KTV 嗰度返工，度過咗7、8年嘅時間。開頭係做服務生嘅，跟住做保安，後嚟就做咗嗰一種服務嘅工作。之後換咗幾個地方，但係都係呢一類嘅娛樂場所。佢本來亦都係個小朋友，但係一出嚟社會就去到呢啲咁嘅娛樂場所工作，成個生活都係黑白顛倒，日頭就瞓覺，夜晚就返工，見慣呢啲燈紅酒綠，一個人喺外面亦都冇屋企人，所以間中就會同一啲嘅女仔同居。同居一段時間之後，又會因為某啲原因又分手，又換咗第二個人，又換畫啊吓，即係好容易成日換畫。但係佢硬係覺得自己都仲係可以，唔算係一個濫情嘅人。但係布先生同佢講，因為你從事嘅工作同埋你所處嘅環境，仲有你周圍接觸嘅人同埋事，整個大環境就係一個污濁嘅磁場，成日都喺呢啲咁嘅磁場裏邊工作，接觸嘅都係呢啲嘅魍魎精魅，嗰啲嘅各種嘅魍魎，佢都會係匿埋，揾機會去奪人嘅精氣。望落去好似燈紅酒綠，其實無數嘅魍魎精魅就喺晒入邊呢，就揾機會啊，就出嚟啊，所以其實真係好恐怖啊！聽到都有畫面啊，大家有冇畫面啊？佢話佢哋吸附嘅唔單止係身體、精氣血，
更重要嘅係給予一種精神、一種能量嘅消耗，一種能量體嘅消耗，包括你自身嘅精神、運氣、福報，整體都喺度俾佢哋吞噬。所以你如果身體原來就唔好嘅話，再喺呢啲咁嘅地方度工作7-8年，肯定會大量消耗自身嘅福報同埋能量。呢個年輕人聽到之後，開始由放聲痛哭啦，非常之傷心。其他人睇到都覺得真係好戥佢傷心啊，都好觸動到嗰啲感情。佢問布先生：咁我仲有冇得救呢？再咁樣落去，我醫療費我負擔唔起啊！爸爸媽媽都係農村裏邊嘅普通嘅農民，我亦都唔想拖累佢哋。我而家喺玩具廠度打工，只係啱啱夠我食飯，我仲有冇出路呢？布先生同佢講：人唔能夠坐以待斃，不管有幾咁艱難險阻，都要以積極嘅態度去努力。冇條件就去創造條件，冇環境就去改變環境，爭取化險為夷。堅定咁樣依靠地藏菩薩，堅定咁樣依靠88佛。執着專一咁樣做功課，你要堅定不移咁樣做功課，堅定不移咁樣讀經，仲有盡可能多啲去做一啲救生嘅工作，即係救到蒼生啊，或者放生嗰啲咧，佢意思。但係呢個年輕人話：我知道放生好，但係我冇經濟能力。布先生就勸佢啦：身體力行，積少成多，唔係一定話一定要救幾多嘅生命，係要量力而為，根據我哋自己嘅力量，堅持不懈，細水長流。記住，腎為水源，腎為先天之本。你俾嗰啲物命活路，反過嚟，天地亦都會俾你活路。當你俾生命出路嘅時候，天地亦都俾你出路。呢個小伙子後嚟好堅定咁樣走上咗修行嘅路。前幾年我仲見過佢好幾次，而家雖然冇聯繫，但係我知道佢一直都堅持，而且佢個身體比過去亦都好咗好多。能夠幸運咁樣遇到地藏菩薩，能夠幸運咁樣遇到善法，呢個係一個人重生嘅偉大嘅力量啊！咁呢篇嘅文章個古仔都幾精彩啊！唔知你又有咩感覺啦？喺呢個年代啦，好多人就係好容易俾呢啲嘅色情泛濫嘅嘢咧迷惑咗啊！特別喺呢個互聯網時代，一人揸住一部手機，你睇乜冇人知，要犯呢一啲嘅邪淫嘅罪咧，就更加容易啦！特別係有冇拖拍都好啦，你要去糟蹋自己咧，其實就係太容易啦。你要勝過呢啲誘惑，亦都更加艱難，因為冇人睇住你。但其實大家都知啦，舉頭三尺有神明啊。況且喺呢一方面縱慾嘅生活過得太多咧。之前我都有講過啦，喺你個面相啊、頭髮啊、眼袋啊嗰啲咧，其實都係有一啲嘅特徵，有啲氣息咧，會走咗出嚟，係呃唔到人嘅嚇。咁頭先呢一個古仔裏邊嘅所謂嘅布先生啊，更加犀利啦嚇，即係睇到呢個年青人，直情係感覺到佢嗰個磁場好污濁啊嚇。咁即係當然係一啲修行心口功力嘅人呢，就會容易感受到啦。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啲嘅少少呢啲特殊嘅第六感嘅，不過因為我哋面對嘅生活呢，太多即係煩囂嘅嘢啊，身邊太多人同事去干擾咗我哋，所以有陣時我哋呢一種嘅好似比較靈敏嘅第六感呢，我哋就容易忽略咗啊。咁所以希望我哋嚟緊嘅日子裏邊呢，一路念經持咒修行嘅朋友呢，都去鍛煉翻我哋呢啲嘅身體嘅呢啲嘅感官啊嚇，第六感啊。咁譬如啲乜嘢呢？我最近都係聽翻一啲嘅講座啊，都有提到一個 point 啊，其實幾好啊，講得有一啲人呢，你一接觸佢呢，硬係覺得唔舒服嘅，即係同佢一齊相處，無論講嘢或者乜都好呢，
係令你覺得周身唔自在啊，或者你唔想同佢相處啊，又或者有啲啱啱初相識，你第一眼就俾你嘅感覺唔舒服，你係解釋唔到嘅。呢個其實你裏邊靈魂深處咧，俾你一個提醒嚟嘅。即係如果可能跟住你識咗嗰個人之後咧，以後嘅日子可能同佢發生一啲嘅溝通啊、相處啊、一啲嘅故仔，可能1年半載之後又因為發生咗一啲嘅事啊、摩擦啊、爭拗啊、紛爭嘅是非啊、唔開心啊，跟住就反面冇 friend 做嘛。咁當你靜落嚟望翻轉頭咧，你去諗翻你初初相識呢個人嘅時候，你第一嘅感覺或者第一次見佢，可能喺某一個飯局坐低去坐你隔離同你傾偈咁樣，即係你諗翻轉頭咧，你發覺啊，其實你自己心裏邊咧，係提咗你呢個人要小心啊，唔好同佢做朋友啊。你覺得唔舒服咧，睇佢個樣，第一眼望落去已經硬係唔知點咁樣，唔係一定係佢樣三尖八角，而係總之佢散發出嚟嗰個氣場、嗰個磁場，就係令你覺得唔舒服，令你覺得抗拒，甚至令你覺得有一啲尖銳嘅感覺。即係呢啲嘢就係你心裏邊嗰個靈魂咧感應到嘅嘢。咁我哋其實就，如果你失去咗咧，希望大家慢慢鍛鍊翻啦。其實我自己望翻自己轉頭都有呢種情況啊嚇，即係因為生活真係太多紛紛擾擾，同埋之前亦都係啦嚇，好多人混入嚟啦，搞事搞震啦嚇，咁令到你生活好疲倦啊嚇，咁變咗你對好多事嗰個觸覺咧就會遲鈍咗。咁希望我哋都睇到呢一篇呢，都去提醒翻我哋啊，修行路上真係小心啦嚇，面對好多唔同嘅人，接觸唔同嘅人嘅時候咧，我哋提高警覺咧，即係唔係話叫你對人失去信心嘅，而係有陣時要信賴翻自己心裏邊嗰個第六感，或者你哋有啲人叫嗰個做高我嚇，我唔知乜都好啦。總之就係心靈深處嗰個聲音啦，你自己心裏邊提醒你嗰個聲音啦。好啦，跟住同大家再睇下第二篇，睇下先，同你講乜好呢？好啊，講多一個嘅因果故仔先，都係講病噶吓。佢話我全身都係病，師傅就竟然問我：你做乜嘢咁恨一個人呢？咁呢個都係真實嘅見證。佢話我叫做黃秋華，今年59歲。我27歲嘅時候得咗糖尿病，血糖最高個指數係24啊，尿糖就4個加號。哇！佢話嗰陣時後生冇點樣注意，37歲嘅時候亦都因為糖尿病併發症，眼睛幾乎失明。嗰個時候我同我先生下崗啊，應該係講緊大陸嘅人啦吓。佢話做買賣做生意又蝕咗160萬，我哋走投無路。有一日有個師傅嚟到我嘅鋪頭，同我講叫我去一趟五台山。當時我乜都唔識，又冇錢，所以亦都冇去到。突然間有一日，我有一個朋友，佢話要去五台山啊。我想起嗰位師傅嘅說話，於是我話我都想去啊。跟住我就借咗3000蚊，一行7人呢就租咗一架車。第二日晏晝就到咗五台山啦。我哋去到圓通寺，唔知點解我一入到嗰個寺廟就突然間喊起嚟啦。後嚟我哋朝住五台山，亦都去咗佛母洞。一位出家嘅師傅問我啊：你做咩咁憎恨一個人啊？我呆咗一下，心裏邊喺度諗，師傅點解會知道嘅呢？當時我的而且確好恨我奶奶，因為當年我同我先生嘅結婚係奶奶親自講嘅，即係應承咗啦吓。但係後嚟有咗新嘅政策，佢哋屋企嘅戶口由龍轉咗飛，我唔知佢哋咩意思啊。因為你大陸嗰啲戶籍嗰啲，我哋唔係好清楚。佢話而我仲係龍業戶，呢個時候奶奶就百般阻撓啊，要我哋分手。而我先生同我係同學，我哋又有感情，所以堅持唔分手。後嚟我先生將自己嘅戶口轉成龍業戶口，自己就去咗當兵。
當咗兵之後，又做咗志願兵。呢個時候我都已經26歲啦，準備結婚。結果奶奶又走嚟煩啦，佢將我哋趕咗出家門。我跟住先生去咗部隊。關於結婚呢件事，對屋企人講就喺部隊入邊結嘅。喺部隊嘅時候就對外咁樣講，就係喺屋企老家嗰度結婚嘅。其實真係冇正式辦過一啲結婚嘅手續啦，即係結婚嘅儀式啦。結婚之後，奶奶唔俾我翻屋企，直到我生咗我大女出嚟，先至俾我哋翻屋企。我同我先生結婚呢件事啊，奶奶嗰邊1分錢都冇花過，我啲仔女奶奶亦都冇幫手去照顧過。對於咁樣嘅奶奶，我心裏邊只有恨，一直都唔能夠釋懷。後嚟我開始生病啦，各種嘅病，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所以當師傅問我恨邊個嘅時候，我立刻就知道我恨嘅係我奶奶。我同師傅哭訴心裏邊嘅委屈，但係師傅冇理我，反而問我一個問題：一棵樹去除咗根之後，你點樣讓佢能夠枝繁茂盛呢？你諗下辦法，你去諗下辦法啦。後來我終於明白啦，樹根就係父母，亦都係奶奶老爺，我哋係樹幹，而我個仔女就係啲枝葉。只有孝敬老人家，我哋先至會好。我亦都明白點解我會咁多病啦，都係我呢個斷咗呢個樹根嘅行為引起嘅。從五台山返到屋企，我對奶奶拜咗3拜。同佢講好，以後要好好咁樣孝敬佢老人家。從五台山返嚟之後，我開始學傳統文化。通過學習，我明白咗好多道理，亦都開始改變自己。其實佢呢度講嘅傳統文化，應該係講句學佛啦吓，因為佢哋有啲文章啦，我觀察啦吓 post 出嚟，或者喺網上發放咧，喺佢哋嗰啲咁嘅地方咧，就唔俾講噶嘛吓，冇宗教信仰噶嘛，所以就要將佛教咧就寫咗變成傳統文化吓，真係可悲啊！真係。我繼續講落去。2014年嘅時候，奶奶唔小心跌傷咗、跌壞咗呢一個股骨頭啊吓。我哋3兄弟每人就攞1萬蚊出嚟俾奶奶去換一個嘅股骨頭。後嚟亦都為佢揾咗2個嘅保姆照顧佢，錢亦都係我哋3兄弟攤分嘅。奶奶後嚟又活多8年啊！我哋每一個月都俾1200蚊佢做生活費，亦都經常送一啲嘢食俾佢啦吓，即係照顧埋佢嘅飲食啦吓。漸漸我嘅一切都慢慢改變，我身體慢慢好返，爭人個160萬嘅債亦都還清咗，同奶奶嘅關係好轉咗。我總共養咗佢足足8年。8年之後，奶奶就過身啦，都享年88歲。我屋企亦都有好大嘅變化，2個女大學畢業之後就去咗南方，而且工作都好順利。而我同我個老伴亦都相處得好好，我已經退休啦。明年我個老伴亦都退休啦，我哋嘅晚年都好幸福。呢個係傳統文化俾咗我重生，俾咗我一個幸福嘅家庭。感恩一切遇見，感恩所有苦難。傳統文化個佛教啊，講緊。咁佢後邊亦都有佢嘅感言咁講：怨恨老路飯係5粒大毒丸，食半粒生病，食1粒就玩完。呢幾句啊，幾精闢啊！佢呢個係好形象嘅說法，亦都係對情緒引發疾病嘅智慧嘅總結。怨恨惱怒煩啊，怨恨惱煩惱怒氣
飯啊，5樣嘢嚇，5粒大毒丸啊嚇，等於食半粒就病，食晒1粒咧就玩完啦嚇，咁幾有趣。佢話一個人得病係情緒唔能夠管理好，身體裏邊積壓咗好多嘅負面情緒，先至導致身體嘅好多地方淤塞，最終引發疾病。即使將病症治好咗，將病變嘅部位切除咗，但係如果心性唔改，體內嘅負面情緒仲喺度，身體嘅毒就喺度，就唔可能真正健康啦。所以一定只有通過學習、自我反省，明白自己錯喺邊度，點解會產生呢啲負面嘅情緒，並且消除呢啲負面嘅情緒，代替以正能量，先至可以滋養自己嘅身心，收穫健康同埋幸福。命係自己做嘅，病都係自己攞嚟嘅，唔能夠怪別人。咁佢講得好好啊，其實就係冇講清楚，就係真誠嘅懺悔啦嚇，反省自己，跟住真誠嘅懺悔改過啦，即係改過自身啦，即係你一定要有呢幾樣嘢咧，咁我哋先至可以去改變啊，可以改變。因為你冇真誠嘅懺悔、改過自身呢啲嘅行為咧，其實就冇成長咯，冇成長。咁你想你身體有改變啦，或者係好難嘅。咁我哋其實睇呢一個古仔咧，呢個真人真事係好令人感動嘅。大家都知道婆媳啊，婆媳嘅關係係幾千年以嚟都好難去突破嘅，一般人都嚇。因為其實就算喺一個人嘅八字裏邊咧，特別睇一個男人嘅八字啦嚇，妻星啦，同埋呢一個父母阿媽嗰粒星啦嚇，阿媽係印星啦，太太妻星係財星啦，咁通常都係唔啱嘅嚇，即係個八字裏邊嗰個宮位生剋裏邊咧，已經係一啲相剋嘅狀態。成日聽人講貪財壞印，財就係你嘅妻星，印就係你嘅母親嗰粒星星，即係我哋六親宮位講緊。咁如果一個人呢，佢係有異性冇人性，娶咗個老婆咧就對父母唔好咧，咁就一定會出問題嘅。咁亦都當然啦，喺一個家庭裏邊，如果一個奶奶嘅角色啦，阿媽嘅角色係對個新抱係諸多刁難啊，唔當佢係自己人啊，成日覺得個新抱翻嚟就搶咗自己嘅仔啊，對佢個愛啊嚇，搶咗佢個仔對佢嘅愛啊，即係如果有呢啲咁嘅偏差嘅思想咧，咁呢個家庭咧就係永遠都喺戰爭嘅狀態裏邊，咁永遠都唔開心，即係好容易家無寧日噶啦嚇。即係如果兩個女人都唔係成熟啦，亦都係好鬥啦，咁咧就會帶嚟好多個災難。但係我哋睇到呢件事上面咧，呢一位嘅故事嘅主角啦嚇，阿黃秋華女士啊，佢嘅經歷就俾我哋睇到好好啦。佢真係真心去懺悔，亦都向佢奶奶叩頭。佢冇講佢奶奶啲咩不是，即係講少少啦嚇，話佢冇乜點樣照顧佢哋啲仔女啦，又或者阻止佢哋拍拖結婚啊，諸如此類啦嚇。咁係有唔開心，有埋怨嘅。咁但係當佢自己去到佛廟出家師傅點醒咗佢之後，佢係嗰個悟性好高啦。點醒咗佢之後，佢真係好快知道自己有問題，咁由自己嗰度去改變啊。所以睇到佢就算得到呢啲咩心臟啊、糖尿啊、高血壓啊，都個病情都會慢慢好翻。咁最主要真係因為佢改善咗佢對奶奶嗰個關係，而且係真誠咁樣對佢好。咁所以好唔容易啦，呢個古仔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啦。咁如果今日聽到上官志玲嘅朋友仔，你同你嘅奶奶相處又係出現好多問題，又或者你係奶奶嘅角色，你對住你嘅新抱又好頭痕，咁啊希望我哋揾啲方法啦，盡量突破自己一啲嘅
盲點啦，或者一啲嘅唔好嘅地方啦，即係能夠可以做到彼此去懺悔啦，關懷對方啦，即係將一啲唔好嘅嘢拎走，或者唔好嘅偏見拎走，真誠咁樣相處呢，其實就係最好嘅。但係呢樣嘢當然係最難啦嚇。咁都希望大家處於呢個關係裏邊嘅都去努力啦嚇。希望呢一個故事都俾到你一啲嘅提醒同埋支持啊嚇。好啦，我哋又再睇落去睇下兩篇講地藏經嘅一啲嘅提醒啊嚇。念地藏經如果出咗障礙點算呢？咁呢個呢係夢參老和尚俾我哋少少嘅開示嚇。佢話底下呢就係佛所說嘅偈子啦，係前頭長行文嘅從眾，咁呢就係一路講落去啦嚇。佢係吾觀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說難盡。我如果同你講到恒河沙劫咁長嘅時間都講唔完啊！即係見聞瞻禮一念間，利益人天無量事，乃至見到地藏菩薩，聽到地藏菩薩名號，就喺呢一念之間，使到六道眾生得到利益無量無邊。若男若女若龍神，報盡應當墮惡道。死咗之後，六道眾生仲要墮到惡道裏頭去。只要佢現生至心歸依大士身，壽命轉增除罪障，唔單止唔死啊，仲將罪障消失咗添。欲修無上菩提者，乃至出離三界苦。是人既發大悲心，先當瞻禮大士像。你要想求得聖果，想消災免難，先請一尊地藏像供上，多叩頭禮拜就好啦。有人發心念經典，欲度群迷超彼岸。假使有人發心念地藏經，想到一切迷惑嘅眾生，都讓佢哋脫離生死嘅苦海，呢一個願力係不可思議嘅。但係一發就忘記咗，一發又消失咗，經常斷斷續續。好似我哋好多念地藏經，雖然發願要受持，有好多障礙，使到大家唔能夠相續。好多道友發願一生不斷不行，到時候就斷咗啦。或者自己六親眷屬嘅病魔，或者家庭環境唔順心，或者生意做得唔好，好多煩惱。呢個時候應該念地藏經。當你唔念啦，斷續續咁樣嘅話呢，即係話其實亦都有個原因，就係呢個人有業有感，對大乘經典唔能夠持重，或者想發心念經嘅時候，地藏經就係念唔全，即係念得唔好，或者好多障礙啦吓。講緊有一個人同我咁樣講，念其他嘅經仲可以啊，一念地藏經呢，隻眼睛呢就睇唔到嘢啦。咁我就同佢講啦，咁你就唔好念啦。佢話吓，唔念咁點算啊？我同佢講，叩頭啊，念一聲地藏菩薩名號，叩一個頭。你叩咗100日之後再嚟念呢，就念到噶啦。喺呢個時候發現呢種情況，就再買啲水果或者你心愛嘅衣服玩具都可以供養到去地藏菩薩像嘅面前。咁記得咯吓，念佛號叩頭100日啊吓，叩頭叩100日。你念經出咗障礙唔記得，就好似我剛才所講嘅供水啊吓，即係佛前供水，以淨水安大士前，日日一夜求復之。發恩重心慎五身，走欲邪淫及妄語，3、7日內勿殺害，至心思念大士名。一天當中就想地藏菩薩，即於夢中見無邊，覺來變得利根耳，應是經教歷耳聞，千萬生中永不忘，以是大士不思議，能使斯人獲此位。所以呢一度呢，地藏經都有教大家啊吓，淨水安大士前啊，乾淨嘅水啊，供水啊，一日一夜求復之啊，仲要發心吓，發心頭先講嗰幾句裏邊，全部都要做足嘅吓。恩重心慎五身啊吓，戒五身，即係食素之餘又要戒晒嗰啲五身，酒肉邪淫及妄語戒晒，
3七日內勿殺害，3七即係3個7，即係21日。個心裏邊思念大使命啊，專心至心思念大使命。咁呢個呢，就當你真係專心致志咁樣做嘅時候呢，就會即於夢中見無邊啊，覺來變得利根矣。咁呢，就係好快呢，就會經歷到啊，應是敬教力以聞，千萬身中永不忘啊。咁所以呢，喺呢個時候呢，地藏菩薩就會加持你啊，使到你有呢一個嘅聰明智慧呢，就開咗你嘅智慧去念經啦，去修持啦嚇，咁非常之好啊！如果有呢個福報，係修持地藏經係非常之好噶。繼續講埋落去先，呢個係借外力，借地藏菩薩嘅加持，但係冇自心嘅善根力生起，你亦都遇唔到佛經。遇到有人教你，你個內在障礙又走出嚟，唔能夠繼續念，或者好似我哋而家講地藏經，大家個勇猛心發起咗，一日念一部地藏經。但係念唔到3個月又唔念啦，念下覺得冇咩好處，我唔念又好似覺得冇咩壞處，咁就退，即係道心就退轉吓。其實咁樣嘅人亦都太多啦吓。咁呢個係應該係節錄夢參老和尚嘅一啲嘅開示啦吓。大家發覺可能前後咧好似冇頭冇尾咁啦吓，咁但係中間頭先講嗰啲call翻好多地藏經嘅原文啦吓，做少少嘅解說提醒。咁希望大家修持地藏經嘅朋友繼續努力加油啊！好啦，又同你講一個嘅因果古仔啦。定係念多一個先啊？係啦，講多一個都係講地藏經。如果你真係念地藏經修懺悔嘅話，福報嚟臨嘅時候呢，原來係有8種嘅表現啊！咁啊，大家去對照一下有冇咯吓。末法時代念地藏經嘅佛子好多，好多師兄工作生活出現各種嘅不順，精進念誦，但係仍然呢唔見有啲咩改變。咁好快呢，去到最後呢，亦都退失呢個信心。誦經念佛修福報係有一個過程嘅，就好似惡報來臨一樣，積累到一定嘅程度，果報就會現前；積累到一定嘅程度，果報就現前。出現各種違緣障礙，種種嘅唔順，修福改命，其實亦都有一個過程。今日結合咗了凡嘅經驗，淺談讀念地藏經福報嚟臨嘅種種表現，希望俾到各位呢一啲嘅信心啊！念地藏經到一定嘅程度之後，或者覺心神恬曠，或者覺智慧頓開，或處擁達而觸念皆通，或遇怨仇而回親作喜，或夢吐黑物，或夢往聖先賢提攜接引，或夢飛步太虛，或夢藏翻寶蓋，種種盛事，皆過消罪滅之象也，亦都係福報來臨嘅先兆。以下佢講到咗8種嘅情況，8種情況，前面5個係初步嘅懺悔，叫做業障消除。第6、7、8呢就唔容易得到，叫做善根增長啊。懺悔唔單止將過去嘅業障都消除咗，你都咁樣因此而進步，因禍得福，善根增長。所以佢係有兩面嘅，一個係業力嘅改變，一個係心靈嘅改變。先睇一個，或覺心神恬曠，即係心神恬曠嘅意思，即係表示你呢個罪業唔再障礙你啦吓，即係心曠神怡咁啦吓，你覺得好愉快、好開朗、好開闊，呢個係第一個判斷。第二個就係你覺得智慧頓開啊吓，表示你嘅心識比較靈巧啦，唔會好似以前咁暗頓。第三個呢，就係或處擁達而觸念皆通啊，即係遇到好繁瑣嘅事情，你亦都唔起煩惱，你個心非常寂靜安穩，唔會因為外在嘅因緣經常干擾你而動不動發脾氣，你心嘅寂靜力增長咗。第四就係或遇怨仇而回親作喜，你個人本嚟對你唔歡喜嘅，你懺悔之後呢個業消咗，佢對你呢就冇咗一啲嘅對立心。第5個夢吐黑物，係
喺夢裏邊夢到你吐出一啲好污糟嘅嘢，夢到你沖涼，夢到你排出大小便等等，呢啲都係業障消除，罪業從你個內心裏邊已經脫落咗，見好相就係業已經消啦。跟住再講落去，6、7、8點呢就唔容易啦，呢個係善根嘅問題。第6個就係或者夢見聖先賢提攜接引，你夢到祖師大德同你嘅開示，跟你開示，呢個係感應道交嘅問題。論語上咁講，孔夫子有一段時間佢做官，整日咧喺度忙政務，佢又感嘆咁話：唉，我好耐冇夢到周公啦。呢個係咩意思呢？因為孔夫子提倡嘅就係周禮，佢以周公為佢嘅上司，佢對呢個內心嘅道咧生疏咗，所以佢同周公嘅感應力量咧，薄弱咗啊！你今日如果能夠懺悔到見到祖師大德，表示你唔係罪業已經消除，而係你嘅善根增長，因為你嘅磁場已經感應到祖師啦。第7個或者夢飛步太虛，你覺得你嘅身心世界好輕飄唔粗重，喺《楞嚴經》上面咁講，你嘅心經常好輕鬆愉快，夢中睇到你喺度飛，呢一個人一定係有菩提心，有願力。有願力嘅人，佢個身心都係輕鬆嘅、輕飄嘅；冇願力嘅人，佢就好容易落入一種當下煩惱嘅粗重感覺。所以夢到自己係往上飄，呢個係非常好。喺空中飛翔，表示你有好清淨嘅、好堅固嘅願力、出離心、菩提心。而第8個就係最好嘅，你夢到藏幡寶蓋，呢個係佛嘅智慧光明。藏幡寶蓋表示佛嘅智慧，表示你嘅心同埋佛心同埋道合，表示你嘅心與佛心與道合啊！即係同佛嘅心相應啊，同道亦都相合啊。咁呢一篇嘅分享呢幾精彩啊！咁啊，大家可以去對照下自己修持地藏經有冇呢一啲咁嘅特別嘅感應啊。咁當然呢，我哋念經持咒亦都唔係刻意去追求啲咩感應。最緊要係自己有一個真誠懺悔嘅心去讀誦地藏經，記住啦吓，地藏經係一個滅罪嘅經，亦都係一個超度嘅佛經啊！咁希望大家繼續加油努力啦。好啦，最後同大家分享多一篇精彩嘅因果嘅故事啊吓，陰間生死簿啊，善惡全記錄，唔好唔信啊！地府有幅對聯，上聯云：陽間三世，傷天害理皆由你；下聯云：陰曹地府，古往今來放過誰？橫批就係你可來了。古訓有云啊，積善如磬，積惡如殃。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大家都知啊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啊吓。做善事嘅就一定有好事發生，做壞事呢就一定有壞事發生啊吓。古人深信成父因果，對於天地神明都係心存敬畏，認為行善去惡係本分內嘅事。然而有啲人唔善於觀察，就話嗰個人行善卻冇見到好嘅際遇，嗰個人做惡卻亦都冇見得佢有啲咩災禍，因此心生懷疑善惡嘅報應。呢個係因為佢哋唔知道報應有早有遲。比喻形同埋影，呢個去講呢個報應呢係必然嘅吓，即係以形同埋影嚟到做一個比喻吓。一般嚟講，早報就比較輕，遲報就較重，一切都係喺天理安排之中啊。咁我哋而家就好多時候都會見到一啲因果現世報啦吓，嗰啲就係作惡多端呢，就係都等唔到佢下一世，咁今世就認咗。咁大家可以觀察，咁最近好多事發生啦吓，特別喺呢一個鬼國裏邊嗰啲咁嘅壞蛋，嗰啲惡魔都開始陸陸續續咧有啲嘅報應啊，好快嚟得好快啊！咁繼續觀察。佢話人如果能夠明白咗成父因果嘅事理，將報應呢個字反覆思考，擇善嚟去做嘅吓，擇善而從，自然就會避免惡報，得到善報。以下係古籍中記載嘅幾個故事，大家聽下啦。
天理良心啊，許克昌致父賢福子孫。明代善書繪圖宣講集要中，天理良心中裏邊寫嘅，樸如許克昌冇錢過年啊，一個純樸嘅一個人啊，將早上所謂嘅天理良心4個字嘅牌匾個匾額咧就當銀4000而歸啊。跟住佢老婆就問佢啦，啲錢從何來噶？許克昌就以實相告，跟住佢老婆就答佢啦：何謂天理良心，竟如此值錢？君押為我言之。真係，跟住許克昌呢就一一解說啊，佢妻呢就皆言不可當，但佢同佢講，你唔可以咁樣當咗佢嘅吓。許克昌就將呢一個牌匾呢就取翻嚟啊。鋪主呢個店鋪鋪主知道原因之後呢，認為許克昌係一個忠厚之人，於是呢就請咗佢幫手做呢一個經理啊吓。即係佢老婆覺得天理良心呢4個字太珍貴啊吓，唔可以咁樣去賣咗佢啊，抵押啊吓。許克昌為人厚道，店鋪自此生意興隆。有一日就突然間發咗個夢，夢見一張紙上面寫住天理良心，趁勢盡忘，許門不失，喜殺上蒼，因賜黑廠。許克昌後嚟又獨自開店經營，成為咗個巨富。跟住佢2個仔讀書，長子就考中狀元，次子呢，即係細仔呢，就考中翰林啊，幾犀利啊！呢個故事就講明人如果保持天理良心嗰個重要性。跟住我哋睇下另外一個古仔，就係持續作惡啊！呢個李登終嘗惡果。據《太上感應篇》例證記載啊，明代嘅李登18歲嘅時候就考中咗解元，50歲都仲未及第啊，即係未考得好，未再考上去，就拜見呢一個葉淨法師詢問原因啊吓。葉淨法師就答佢啦。葉淨法師祈禱專管呢，就係科舉文昌嘅帝君指示啊，向帝君問啊，帝君命令官吏拎出呢一個寶籍咧出嚟咧，就咁樣講啦。李登初生之時，玉帝賜咗個玉印，等佢18歲中解元，19歲中狀元，52歲時候左右咧就任呢個丞相。而佢中咗解元之後，私下調戲鄰家女兒啊吓，良家婦女啊，事情雖然未得手，佢反而將鄰家個女嗰個父親呢告到入獄喎，哇咁鬼衰！因為呢個原因，功名推遲10年，並降2甲。後嚟有人侵佔佢哥哥嘅屋基打官司啊，因此功名又推遲10年，降3甲。後嚟又喺長安旅店當中奸淫一位良家婦女，又推遲10年啊。而今又為作惡多端，不知悔改，官祿全被削去，死期將至。葉淨法師將上述嘅情況話俾李登聽，李登聽到之後羞愧悔恨至極，冇幾耐就死咗啦。李登可謂係一個反覆為自己製造枷鎖嘅人，假使佢能夠早生悔恨心，後面唔再作惡，修德贖罪，咁樣仲可以彌補福壽，亦都唔至於被燒盡削光。佢實在係一個執迷不悟同埋深深辜負咗天地恩澤嘅人，係咪真係抵死我自己攞嚟啊！好道揚善，朱柏廬冥府審案。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教育家朱柏廬，一生好道揚善，立品端方，生平唔欺負一個人，不誑一語啊！朝頭早啊，黎明即起，呢篇家訓呢就係佢做噶啦。人人呢都好欽敬佢嘅人品，神明念佢為人正直，有幾次被陰司命去審視。一次朱柏廬朦朧咁樣瞓咗覺，見到有好多人嚟迎接佢，嚟到一個好大嘅衙門，回顧自身冠禮袍服，咁呢，佢就便即升座啊，即刻就坐低啦，嗱嗱聲。呢個時候佢睇到一個被勾倒嘅人嘅神色，佢係原來認識嘅一位嘅鄉里嚟嘅，知道佢原來曾經敬奉神明，
禮誦過經文，但後嚟棄善從惡，做咗好多惡業，又冇善事可補，按冥律呢，注定要轉世投胎入狗胎，變為畜類。朱柏盧見到心中不忍，就問佢啦：即係你啊，有冇學習一啲經典啊？仲記唔記得呢？要佢記得，其實真係要佢記得，希望佢自己即係唔好個心仲係咁愚昧啦吓，希望可以挽回到。點知嗰個人答全部唔記得，跟住又手寫一個道字，道理嘅道俾佢睇。道，你仲記唔記得呢個字呢？佢又答唔識。跟住又再問佢：你持誦嘅經典，難道亦都唔記得咗啦？佢又答唔知。呢個時候，朱柏盧冇辦法啦，最終就要叫佢左右手將一張嘅狗皮披喺佢嘅身上。只見呢個人向地一碌啊，一滾啊，就變咗一隻狗，搖頭擺尾咁樣走咗啦吓。突然間佢就醒咗，醒嚟嘅時候，個心有戚戚然啊！一到天光就派人即刻去某家打聽，咁翻嚟嘅消息話呢個人其人已於半夜急病而死啊！咁咧佢就為咗佢嗟嘆不已啊！朱柏盧本應唔想講呢一件事嘅，所以佢因為咁樣，佢而家講出嚟呢，其實希望後人呢引以為戒，以免呢墮輪迴啊！冇計啦吓，幫到佢盡咁佢都係要投入畜生道，都係變翻隻狗啊！冇辦法啦，係咪？有一日朝頭早，朱柏盧連呼某一個人好可憐啊，亦都係原來認識嘅人。佢嘅學生就問啦：某人而家喺某處做緊官，聽聞地方上遭遇荒年，障災安邊，賺咗若干嘅大元寶，正係得意之時，你點解話佢可憐呢？朱柏盧就話：正係因為呢件事上面，佢冇幾耐就會有滅門之禍噶啦。學生就問佢啦：點解會咁嘅呢？朱柏盧話：你想下，百姓遭遇咗呢一個咁慘嘅饑荒，流離困苦，朝廷命令發米賑濟，嗰個地方官實心奉行，一家幾口多領1斗2斗嘅米，就多延3日5日嘅命，唔至於餓死。而家呢一個人，佢就埋沒良心，只係顧住自己，應該俾2口米嘅就克扣落咗1口，應該俾1石嘅粟嘅，亦都克扣落咗佢5斗。設廠施粥，又逼迫嗰啲大戶捐米捐銀，取消公用，喺啲粥入邊亦都加入咗冷水同埋石灰，又限定1人1碗，遲到咗嘅亦都冇得食，白白嘅趕嚟嘅亦都唯有忍餓，死傷無數，害死咗好多個人。官府漠不關心，只願死者多食者少，就可落多幾擔米，多賺幾萬銀。呢啲嘅罪孽，你覺得重唔重呢？琴晚喺夢裏邊呈報一宗卷案，冥官叫我判定劃押，上奏天曹。我細閱呢啲卷宗，都係侵盜帳米嘅官吏罪案，罪之輕重，照佢侵盜多寡為定。輕者暴死，重者滅門，貶入地獄當中，轉世為牛馬，為豬狗。金某之罪，正犯極重一條。親友幫辦分住嘅，即係有如果親戚朋友有幫手去一齊做嘅話，罪亦不免啊！吓，即係全部都係幫兇，都要一齊要受罪。冇幾耐就要受到勾到，即係勾魂啦吓，即係要死啦吓。所以佢話：故我心為嘆息啊！地府有幅對聯，上聯云：陽間3世，傷天害理皆由你。下聯云：陰曹地府，古往今來放過誰？橫批係你可來了。命報全是人為，命好者必循天理而行，命怯者猶不可再傷天理啊！你哋日後如果能夠出事，一定要愛民，有愛民之心，切勿假公濟私。我而家唯恐某一人嘅一家就有兇訊到咗啦。果然隔咗1個月到，
傳得順利，話某人嘅合家染咗時疫，就係染咗瘟疫，父子4、5口不出幾日相繼而亡。學生先至讚嘆朱柏勞嘅話果然一毫不差，可見我哋平常三業嘅行為起心動念、言語行為點點滴滴都落入因果。我哋以為冇人知道，邊個曉得無形中已經被神靈監控，猶如探頭錄像記錄在案，無法抵賴。真可謂陰間生死簿，善惡全記錄。人間所作事，居心之邪正，莫說冇人知，鬼神皆清楚。太上曰：禍福無門，為人自招，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所以常說業力不可思議，心力不可思議，法界不可思議。頭上3尺有神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勸君諸善奉行，諸惡莫作，千萬不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天道成父，分明定不差。古今種豆，豈生馬？善惡有報係真理，而當今卻逆天叛道，破壞傳統信仰、道德同埋人們嘅正信，更加唔尊重生命，鼓吹無神論、無道、無前生、無後世、無成負因果報應，製造咗無數人間悲劇，將人拖向一條不歸路，為天理所不容。所以回歸天理、道德、良知，個人同社會先至會有光明美好嘅未來，呢個先至係明智者嘅選擇。咁呢篇係長少少，但係咧都好精彩啊！咁咧就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幾篇，又嚟到呢一度啦嚇，楊枝甘露。咁啊，希望大家都繼續加油努力嚇，好好嘅修行。咁嚟緊嘅日子都係越嚟越艱難啊！我哋都要繼續努力嚇，唔好放棄啊嚇！好啦，我哋最後一齊3次 Om Virahum Kachala 啦，結束今日嘅楊枝甘露。1、2、3 Om Virahum Kachala，Om Virahum Kachala，Om Virahum Kachala。香港人加油 ，Donald Trump 總統加油，支持於朦朧嘅所有 fans， 我哋一齊加油！地球上所有正義善良嘅人，我哋都一齊加油，唔好放棄。下集見，拜拜。
Radhe Shyam.